面对这气候变迁的危机，咱国内环保团体呢是认为讲，若准要来达成2050年的净零排放，安尼就要先对制造业甲工业的排碳大户来处理。环团是按算伫11月初1要来发起游行，招全民做伙来关心环境的议题。气候危机是全球拢爱注意的，有10个环境团体长期咧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，要发起游行活动。嘛提出11项诉求来呼吁政府。有环境团体认为，10年至15年内，就要先对制造业、工业排碳大户来减碳，才有法度真正达成2050的净零目标。我们要跟劳工在一起去推动这个所谓的公正转型，真正落实的公正转型。国发会要协同各个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，要提出所谓的国家公正转型行动计划。科技产业应该要转型，从用电大户转向产销者。政府如果没有有效的、负责任的去管理，这个科技的进步就会成为气候危机的帮凶。气候的变迁已经造成真侪国家受到严重的天灾，有真侪国家为着抢资源战争，造成人权、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。环境团体要求政府提升能源安全的自主，来减少能源进口。有青少年代表也讲，目前台湾的经济发展虽然真好，但是煞甲气候灾害甲资源风险，拢放互未来的少年家去承担，这是无正义的。这气候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权危机。那气候变迁其实导致了各种环境的劣化，包含水资源、耕地、可使用的土地之类的资源稀缺，它其实常常就是导致更多军事冲突或地缘政治危机的一个原因。谈开发的时候，我们习惯就是会以经济成长为核心指标，但是我们很少去计算说这些决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，对就是我们这些青年还有未来世代。环境团体要求政府提出合理的减碳目标和政策，坚守能源转型，嘛邀请企业、民众斗阵参加11月初1的游行活动，做伙站出来为永续付出行动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